好啦，呢張又係乜嘢嚟嘅呢？呢張就係當你報咗一班之後，咁例如我叫麥當勞啦，收到麥當勞呢個會員 number 係呢個，咁跟住就收咗1020蚊。咁呢位同事幫我收嘅，喺26年4月10號咁幫我收咗，咁我又參加咗呢班。咁開放日期又寫咗喺呢度，上課日期寫晒喺呢度，咁上課日期又寫咗喺呢度，綜合服務大樓 A501，咁總共有10堂，備註有呢度，5月25號原來老師嗰日請假，有啲事做嘅，咁所以之後你就要跟翻呢度，呢啲日子數翻10堂，咁其實就係啦，其實好清楚啦，喺晒呢一度所有嘅嘢，所以呢，大家記得攞呢一張嘅時候呢，唔好隨便抌咗佢啊！呢張嘢好有用㗎，你就算想抌呢，你抌之前呢，你都考慮清楚。你首先一定要影翻張相先啦，因為若果你呢一班參加完之後，下一季度嘅時候，例如而家啦，我就參加咗呢一個4月13號到6月22號呢一季啦，4月到6月啦。咁之後下一季嘅話，我就可以攞住呢一張嘢去做舊生優先報名嘅情況㗎咯喎，而去報7至9月嗰個情況啦。咁如果你冇呢一張嘅時候呢，又唔係話唔得嘅，咁真係我哋同事就會揾得好辛苦㗎啦，係啦。咁就最好大家每上嚟嘅時候，大家帶齊所有嗰啲嘅會員證，跟住呢一張課程嘅正式收據上面一切嘅嘢有晒喺度，係咪？好清楚嘅設計都 OK 嘅，課程編號，幾時開堂，幾點鐘開堂，喺邊度上，有幾多堂喺晒度，你俾咗幾多錢喺晒度，所以記得呢張唔好亂咁抌，同埋每一次上嚟你想問一啲嘅情況，例如關於呢一班嘅，最好你就真係攞翻住呢一張嘢上嚟啊，非常之重要嘅。如果唔係真係會同你淨係喺度揾，你話電腦揾。電腦都要炒好耐啊，其實呢啲個情況，所以真係希望大家幫幫手，係啦，同埋上第一堂嘅時候，若果你係參加呢班嘅就上第一堂嘅時候，例如4月13號嘅時候，咁你一定要帶呢張紙，因為我唔識你，咁如果我係老師嘅話，我唔識你嘅喎，我就係認呢張表，然後跟住原來呢麥當勞參加咗我呢班，我真係喎有收據嘅喎，有根有據嘅喎，咁 OK 啦，咁幫你喺嗰個嘅點名紙嗰度剔翻你個名，咁第一堂認識咗啦，咁之後跟住就應該冇問題㗎啦。咁第一堂就要帶呢一度嘅，咁同埋呢張嘢咧內有乾坤嘅，咩乾坤咧？就係後邊其實有晒所有學員須知嘅，例如呢一度，例如紅雨、暴雨、黑雨咁樣嗰啲點樣啊？如果你想查詢喺邊度啊？點樣，所有嘅守則亦都寫晒喺呢度嘅。係啦，大家可以細心咁樣睇睇嘅。好。